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聰基，係一個好中意揸電單車嘅居台港人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台灣嘅電單車行分級制嘅，即係咩黃牌啊、紅牌、白牌咁樣。今日呢條片就同大家分享下喺台灣考白牌電單車要考啲咩。咁除咗掛訓班之外呢，喺出邊係會有呢啲公共機車練習場俾大家練習嘅。喺 Google Map 就可以揾到噶啦。OK， 廢話唔多講，我哋去片先。項目一直線平衡，喺範圍入邊保持行車唔少過7秒，途中不能夠落腳或者出界。考試嘅話，你係會有2次機會嘅。項目2，行人穿越道，即係行人斑馬線。真實考試場地係會有燈號嘅，等個燈熄咗先可以行車，之後轉個90度嘅左彎就到項目3交叉路口啦。同項目2一樣，都係睇燈做嘢，紅燈停，綠燈行，起步右轉入待轉區，途中要撳一撳煞掣，令個 brake 燈着一着。項目5，變換車道，即係 cut 線，打定你嘅左燈起步，起步後擰頭望盲區之後進行 cut 線。cut 完線之後左轉，記得熄返指揮燈，進入項目6，直角轉彎，轉完之後喺個停止度停車。嚟到最後一個項目，鐵路平交道，考試嘅話呢會有個燈號嘅。等個燈號熄咗之後先可以開車。完成埋呢個項目之後就搞掂啦。至於點樣為之合格，點樣為之唔合格呢？喺台灣考車係行扣分制嘅。開頭你會有100分喺手，70分合格。不過基本上你唔炒車唔出界就好大機會合格噶啦。另外考呢個白牌電單車喺台灣係冇分自動波或者棍波嘅，你用自動波去考又得，棍波車考亦得。OK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。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或者想睇嘅，歡迎大家留言俾我。多謝大家收睇啦，拜拜。